爸今日去尖沙咀做咩呢？ shopping。Harbour City 佢買嘢俾媽媽，嗰度有好多名牌噶喎，定係買玩具俾我哋呢？唔係嚟噶 ，NBA 啊 ！NBA Atelier 今日新開事業，地點喺海港城 LCX 3樓，係香港暫時第一間嘅店鋪。不過好快就會喺 K11 Musea 開第二間。球迷一定會好想睇下 NBA Atelier 有咩吸引嘅 NBA 服裝。係啊 ！NBA Atelier 係以 NBA 為基因探索多元生活方式嘅運動美學品牌。咦，有我哋最中意嘅 Sixers 喎！大家有冇奇怪點解見唔到波衫嘅呢？ Atelier 喺法文嘅意思係藝術工作坊，而 NBA Atelier 係以服飾為載體，呈現低調、自由、多元嘅生活方式。品牌連結咗藝術、科技、時尚等現代生活嘅各個維度，同時塑造專注自我、探索人生嘅內在意識空間。大家講好啊！係喎，你今日都冇去，點解都知道咁多嘢嘅？我係跟住你今日帶返嚟嗰個紙袋裏邊嘅小冊子講嘅啫，哈哈。